跟随音乐节奏扭腰摆臀，姿势100分。别以为韩国当红女子团体 T-ara 有新成员，她是网络模仿蔡依林爆红的胖小弟邱于成。从纯白蛋糕洋装瞬间变成粉红小可爱，配上金色假发，十足胖娃娃。胖小弟反串秀新作品 po 上网，掀起网友疯狂点阅。除了蔡依林跟 T-ara， 还有最火热的 Wonder Girl。女生的舞比较好跳，男生的舞很难跳。你有尝试过？尝试男生的。有啊，可是都好难跳。挺着圆滚滚的尾鱼肚，胖小弟就爱模仿女生，跳舞前还要劈腿拉筋。瞧他这么能 Q， 真功夫不是盖的。但是46公斤的身材让他很苦恼。你觉得他的舞里面哪个动作最因为我手太短了，收不到。没有蔡依林纤细身材没关系，网友爱看大喊卡哇伊，就是他继续表演的最佳动力。